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进口卵的经济。新北市卫生局18有查到这福祥盛卵品公司，不甲这进口卵，也有台湾卵男做伙变做两只，佮假做是台湾生产的，已经出货给业者咯。台北市卫生局也讲有查到这团线业者8月有使用这批商品，变做是这20间暑期辅导补习班的中道等，大概有900份，然已经互这学生囡仔接入腹肚底啊。新增的福祥盛卵品公司，和新北市卫生局18查到今年6月至8月，甲土耳其、巴西、加美国生产的进口卵、甲国产卵、蓝藻、液态卵，拢总20974公斤，各甲产地标示做台湾，卖予北部县市业者。台北市阁查出有团线业者8月使用这批商品做20间暑期辅导补习班的餐点，差不多900份餐点学生囡仔已经食落腹肚。业者已经设有假冒或者是虚伪标示，那已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后续可开罚6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发现有业者曾于8月份使用涉案产品制作供应暑期补习班餐点，相关资讯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做后续调查。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嘛公布农业部会函资料，包括出名的食品大厂宜美在内有3间业者，拢使用到巴西等国的进口卵。国定政府积极伫查卵，台中查到未来卵，已经筛选好的卵标示未来的日子，会罚4万至400万。一共稽查了148家的业者那有查到不合格的昨天就有查到一家未来蛋，那这表示严重的市场现在十分的混乱，而且标示不实。这个都已经过期，对不对？对，巴西的嘛。云林县卫生局技务流稽查进口卵，两位拢总查到521万外粒过期的巴西鸡卵。彰化市查到调风冷冻库328万粒进口卵，其中有295万粒拢经过期等待销毁。土耳其鸡蛋有8208箱，295万颗是已经到期待销毁，所以现场呢已经都有张贴报废品待销毁的这资料，那我们已经进行管控，以防止它流入市售。农业部18公布跳产会库存进口鸡卵的冷链程度，分布伫7县市13个村度，其中高雄都有954万粒到期等待销毁。针对南洋批评超市大量拢伫高雄市政府无积极查卵，但其卖嘛做回应。超市跟台农之前的约谈有一些单据，还有蛋的流向交代不清，我们也会协同高雄地检署，希望说检方也能够介入调查，务必要水落石出，查清楚蛋的流向。食药署嘛，甲高雄市政府、联合县政府联合分组3路查台农甲伊的关系企业信兴公司屏东洗选场，因为现场也是无法度提供进销数量流向，会依照违反食安法，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这天高热的疫情，敢有法度甲伊压落来咧？这1-2礼拜是关键。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下晡也去到台南安南区去看这真有可能是防疫空棚的罗工市场。这个市场是海沙厝内面也囤真侪废弃物。前一阵卫生局也有伫遮查到这炭病来源，在地是民众希望讲呢，这市场就要赶紧来拆掉。原本老家的市啊，即摆来变成暗木木，厝体更近搁看现现，甚至防卫封锁线。安南区乐工市场对200外搭，到搭剩4搭，但无人起来。拖上指出是因为人口老化造成。原本市场内囤真侪废弃物，地势闹天高热，拢会产生滋生源。在地民众建议爱甲建筑拆掉，也是做活化。高起来做抗地啊，大地厝做摊贩，或者是讲袂建商，互人去起厝。要整顿嘛，这上好个拆了，看面啊，这份就爱看政府看安怎处理啊。不过，安南区区长表示，市场土地有4个人持有，地主有69个徛名，因为产权复杂，一时花要整顿有困难。这所官员一定要负起相当的责任，袂使讲安尼放任底下长期不管，造成我们地方防疫也好，治安也好，其实都增加我们的困难。民众若关心市场敢要拆，有民众指控药啊，敢若铺厝内、厝外空地啊围起来，就无铺药啊，安尼敢有效？你无当这喷够效，你即摆若讲要喷来喷遮已经喷了啊，这喷放啊，搁走过来人来厝内底。所有的空地跟空屋，他们会用水式的方式喷雾，全部都会喷过一次，然后包含空地都会，希望
地主能跟我们加强配合。安南区公所表示，目前安富里将八栋的海沙厝甲溪墘里的劳工市场拢已经清好势啊。工务局当日鉴定劳工市场看敢是危险建筑，因将会以相关法令来处理。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经济部召开今年第2届电钱费率审议会，决定10月到明年3月这电钱报备起，一度平均是3.1154块。不过，这款行业是不包含在内的哦。亲像这百汇餐饮、健身房、电影院有880户无犹太，去年无起，这回是会补倒转来起15%。就这连锁餐饮业者就伫咧评估，这电钱的犹太若准促销者，营运成本可能会增加。关于下半年电费介绍的电价审议委员会下晡开会，经过讨论，为着维持物价稳定，10月初开始电价唔调整，维持每度平均电价3.1054块。我们今年因为特别预算有提供台电大概500亿元的一个这个补贴，那事实上这个加起来就将近1200亿元，加上我们今年在8月底9月初的一个这个降雨量非常好，我们预估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我们的水力发电应该会充分的一个这个来提升它的发电的一个这个比率。我想在这种状况底下的话，台电是可以更好掌握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伫国内需求慢慢恢复正常的同时阵，去年这个冻结起价8个电影院、健身房、餐饮等880高压用户，这届审议会嘛考虑恢复正常机制，恢复补起价15%。百货公司为例哈。它在1到7月的营业额哈，跟去年同期比哈，也增加了8.4%。健身房是增加了5.3% 的销售额哈，那电影院是增加了18.3% 左右哈。餐饮业是增加17%，这边就是考虑到产业已经复苏哈，所以取消了15% 的这个动涨。连锁餐饮业者评估，若是电价冻结犹太促销，保守估计营运成本会加1到2个百分点，也毋过暂时未转落人客。会较省电来做回应。针对呢离峰期，会将顾客呢分区做代位，如此下来呢，就可以控管整体的空调的运用的比例。另外，外汇团成业虽然已经在恢复，不过为着避免一摆调整伤大，干那取消去年15%冻结起价，今年的减半调起犹原维持。其实电费一涨，其实会造成整个的一个我们的食材成本的一个高涨，所以这部分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自己本身企业的电价，也会影响整个供应链的这个相对的成本的一个提升。台电预估到今年年底累计亏损大约4000亿顶下。经济部讲，最近全球经济成长变慢，能源需求下降，国际燃料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台电的燃料成本压力变零，另外照各大机构的预测，有慢慢落车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武汉肺炎的疫苗 SPP 疫苗，上紧伫咧中秋进前会当做啊。疾管署公布无得啦 SPP 疫苗头一批有70万人，要先予65岁以上高风险族群来做，上紧是后礼拜就当开始。另外，顶礼拜是增加35个流感重症，其中3个是10岁以下囡仔。另外，也有7个流感死亡案例。未来一礼拜这疫情将有可能会加悬。流感疫情持续达水雷，第礼拜在台湾门诊甲急诊类流感的患者都超过10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14%，嘛新增加35例流感并发重症，也有7个死亡的病例。死亡的个案拢伫50岁以上，有慢性病病史。特别注意的是，有3例重症是10岁以下囡仔，其中上细汉的是南部一个1岁查某囡仔，流感并发脑炎，加在治疗了后已经复原出院。有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像是说比较嗜睡，或者是意识不清，甚至有到这个下肢无力，或者是有这个癫痫抽搐的情形。那经过就医之后，发现是这个感染流感之后并发脑炎。另外，新冠疫情虽然有转好，不过也是有 XBB 变种病毒伫社区咧流行。为了阻挡秋冬疫情阁压起来，疾管署公布莫德纳 XBB 疫苗注射的计划，注射的对象是6个月以上的囡仔、青少年甲大人。分别当注1筒至2筒，头一批疫苗差不多70万筒，上紧中秋连假进前就会当注。头一批优先注射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考量到65岁以上的长者才发生 COVID 并发症或死亡的机会比较高，所以我们第一批开放给65岁以上的一个长者。疾管署强调讲，后续注射的对象会看注射情形来决定。若来做的民众无济，可能伫开放注射3天了后，就会开放后一批人来做。
按算到今年年底，会有600万ton XBB 的疫苗送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精湛预算补助2亿起的新德市关埔国小地下停车场，2021年完工验收。去年工务局就发现到这基地柜的起气浮起来9公分，虽然已经增加这抽水设备无继续铺，不过到当时无度使用。也若这同款的问题，有关出现伫咧桃园市杨梅区公所的停车场，也是因为这地下水的问题浮起来45公分。涂骹坎坎坷坷，关键差真明显。位边仔看还有真长的泥棚，这是新德市关埔国小体育馆的预定地。不过基地煞起气，浮起来要9公分。那边的高，这边低，它整个是处于整个倾斜的状态。从这个以前它水泥浇灌的这个就看得出来。关埔国小地下2站的停车场，面积是真宽。中央精湛计划补助2亿来起，伫2021年完工验收，到当也无法度使用。因为迄当阵顶悬的体育馆无同步施工，地处停车场会当承担的重量无够，拄着大雨，抽水毛大个拄好关起来，水一直灌入去凹开的土坝，再造成规个结构浮起来。那确认整个减浮工法之后，我们会把整个减浮的改善的作业纳入我们整个3期的一个工程。新德市府表示，已经用白色基础甲囤转去，还有改善抽水的措施，目前已经无搁浮起来。现若精湛补助工田有类似的情形的，还佫有桃园，这个伫杨梅区公所新起的大楼，主体结构去年9月份完工，按算10月初2启用。不过大厅涂骹的态度，也是有部分无平的情形。地板呢没有很平了，不会很多了，有一点点的。有时候脚走路老人家有时候走路是会踢脚。2019年施工的期间拄着风台，建物浮起来，而且起气，上悬有加悬45公分。市府查验了后，发现是探证的报告无详细，无注意到地下水的水位，而且佫无随做补救。当初在做这个地下所谓探勘的时候，便宜行事，因为原来有旧的区公所在，没有做详实的探测。精湛计划补助是要改善地方的建设，工程颠倒出问题。即马市府除了追加超过3000万的预算要来补救，若要灌浆增加会当承担的重量，每一年也要编预算来持续监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这起厝的问题，这台北市基泰建设伫咧大德建案出问题，就这个市机关是这起娘发现讲这连线壁工程无到60公分，边仔土瓦要变形的情形，批评这基泰建设头工检了检调就爱去查。另外，台北市也勘检当咧5个184个建筑工地，有11件是无符合这检查项目，已经要求因爱先停工，等待这检查通过了后，才会当继续做。提超出来娘，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指出，基台连续壁工程干那50公分，高度竟然无到铺面是意图的60公分。另外，铁啊原来有变形的情形，甚至无照度施工，批评基台偷工减料，检调应该介入调查。想这就很明显哦，就是这个建商偷工减料、草菅人命哦。连续壁才50公分而已，所以这相当的离谱。50公分的钢筋会比放比较少，当然它60公分。改成50公分，那肯定是不好的。我觉得会偏危险。土木技师指出，连续壁关系到支体重量，若做无照度施作会出现问题。另外，原来有当地商户住户伫讲，问题都还未解决，基台竟然摕到因的雇主敲电话来问合建的意愿，互因真生气。脾气比较不好，我当场就跟他吐槽了。我说那个基台那个100多坪的土地，你都能把它搞成偷工减料，搞成这种样子。你说我们这里让你都跟，那不是很爆笑吗？受到基台事件影响，台北市政府在开始委托4大专业技术工会，答案现场勘验当地开挖的184件建筑工地，15全部检查完成了后，建管处发现无下检查项目工地拢总11件，已经要求暂停施工，查清楚做改善。第一个大概就是它的抽水配置，未按施工计划去施作。第二个大概就是他们的各阶段的开发阶段没有跟施工图相符，然后还有一些情形大概是那个观测值已经到达警戒的状态。建管处表示，这个工地等待复查过关了后，才会当继续施工。另外，针对台地案41位铁地户损林状况已经全部完成，会伫20暗时办理说明会，由鉴定工会说明鉴定作业目前办理的情形，也甲建筑物安全性的初步判定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那当着这水崩山建摆拢的引起加油站，也有人甲叫做是全台湾上逼真的加油站，就伫咧南投仁爱乡。8月受到这大水河吞大，这加油站本地也互这土石啊全部砍掉咧。今仔日总算会当恢复营运咯。另外，这东达1号公路到当时也未拍通，公所就表示讲，这内面放的面积伤过大，救灾人员无法度施工，要安怎拍通，也搁伫咧想办法。 要加什么油？员工提邀请亲切为民众服务。南投县仁爱乡南丰村这间省本土加油站，今年8月起予土石流砍去，经过1个半月抢修，总算19个营运，初期敢若当提供无烟汽油、柴油的机台，还搁咧维修，民众感觉真欢喜。很好啊，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帮助啊！哎，我们这边整个村子还有外面的人进来的啊，都很好。 很好啊，不错。对，要不然原本加油大概要，哇，那个加油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呢。大概花多久的路程？哦，要半个小时。要半个小时。这比较近了。 加油站外挂全台上比前加油站的布条啊，因为最近20年来已经有4届去土石流砍去，业者讲油槽已经清理清气，加油机全面换新，油料的品质嘛通过检验。业者为了民众的需求，决定原地复业。不过也是烦恼风台大水河带来灾害。 无铅汽油的部分是可以使用啦，那柴油的话还在维修当中，当然还是会担心啦。先看那些野溪整治的程度能做到哪里，那不足的地方我们再自己来补强这样子。 同款是卡农风台灾情，仁爱乡都达1号公路到即马还未抢通，当地农民都爱冒险用人工搬运农产品引起民怨，向乡大会တင်情。乡公所表示，即搭有大崩落地，连包商都唔敢进场施工。它的那个土石非常松软也没有办法挖，所以你要往上山顶挖呢，又很深很高。外面的开口厂商的那个司机卡拉机都不敢挖了。 当地的也不敢挖了，目前我们还在研究，看要怎么处理。公所讲，民众性命安全、农损这是第一要务，后续救灾爱考虑安全。目前也搁咧想办法，农路抢修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台铁德鲁固发生败北意外，已经是2年外进前咯。顶个月伫咧事故车厢发现到罹难者的头壳骨，引起众人关注。最近法医研究所鑑識比對完成了後，確定是10名罹難者身軀頂的一部分。法院地檢署表示講，落尾有去找，也有找到44件罹難者的物件，透過鑑識有37件檢出罹難者的身份，比對了後含10名罹難者是相像的，其他4件因為這 DNA 上過少檢不出來，檢方也有通知這家屬來把這骨頭領倒轉去。 有一名印尼籍的富人人，30多年前用觀光簽證來到台灣，卻佇咧高雄六股和一個查甫人結婚，雖然無去辦規劃，所以伊就無合法的居留權。正是昨晚呢，這對翁仔某互警方查落來，才發現講因太太身份有問題，今下也趕緊去辦證件，希望唔通互政府甲伊遣返轉去。 警車開到派出所門口，落車的外國籍富人人行入去警局。這個53歲姓李的富人人，30幾年前摕觀光簽證來台灣，超期停留，期間熟悉帶佇6股的翁婿，2個人結婚生囝，不過伊攏無簽證，嘛無規劃。該女子為印尼籍在台，已役33年居留，全案依入出國及應法依請移民署高雄專勤隊偵辦。這邊查個公布居留權。 戶口他會入戶口，我身份證才有太太的名，是安尼無身份證，這我都無了解啊。是毋是安尼講？你這麼卡掠伊，我要送出去。我來這住30幾年啊。牽手非法居留，互翁婿唔敢相信，因為身份證頂懸明明就有牽手的名。2個人去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成功，查證當地戶政事務所，發現原來這個姓李的富人人兼辦規劃停書，嘛無去移民署申請居留簽證，互家己有合法居留的權益。大概結婚滿3年之後，那個就來戶政申請那個要申請規劃的國籍的程序，這樣啊，但是這當中。 申請之前他如果他居留證有過期要定期跟移民署去換有效期限的。嘛是有啲收啊，都袂曉去問人啊，嘛唔知要安怎辦啊。
做工课想讲啊，敢会掠转去，还是安怎？妇人人嘛，家己出来讲，嫁予翁婿了后，破病拢付现金。虽然捌怀疑家己身仔无健保卡，毋过拢袂晓问人。结婚了后，因为生囝照顾翁婿真无用，佮加翁婿甲后头厝拢毋是真好养，30年来拢无转去印尼。毋知伫警方拿查了后，发现家己是非法居留，才赶紧补办规划国籍的程序，也希望会当就地办理，得到身份，莫互人遣返。记者综合报道。和印度认定是分离主义恐怖分子，当咧甲通缉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今年6月伫咧加拿大被逮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即马就出来指控，这是印度的特务伫因境内逮死因的公民，而且是搁再强调讲，这等于是侵犯到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已经甲一个印度的高级情报官赶出境了。针对今年6月，有一位加拿大公民伫咧家己的领土上被杀害，加拿大总理杜鲁道10月伫咧国会表示，加拿大国安机构一直拢伫咧积极追查。根据掌握的消息显示，印度特务可能涉案。Any involvemen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on Canadian soil is an unacceptable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It is contrary to the fundamental rules by which free,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conduct themselves. 今年6月中，45岁锡克教领袖尼贾尔伫加拿大被牺牲一间锡克教的寺庙停车场，互人枪击死亡。因为尼贾尔在生的时阵主张，锡克族应该自印度的旁遮普邦独立出来，成做哈利斯坦国，和印度政府统治。加拿大锡克教的人口超过77万，差不多占总人口的2%。印度的人口有140万到180万。I think the wave of support that we saw post his death is just a small indication of how big of a stature Hardeep Singh had in the entire Sikh community internationally. This thing, it shook the community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including in Punjab. Before us growing up, we always heard stories that as in like this would happen to you if you were in Punjab, that if you spoke ou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at you c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已经拘捕印度驻加拿大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杜鲁道伫咧这个月说 G20 峰会，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的时阵，有讲到这件代志。不过，印度政府也对加拿大纵容印度的分离主义人士伫加拿大活动真不满，和两个国家的关系愈来愈倒退。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咧联合国大会的边场进行会面。一礼拜内呢，美中高层一直咧会面，外界拢伫咧认为这是要降低这紧张的关系。北京国安会就表示讲，各项议题拢正顺，不过军事管道也搁伫咧拍拼。咱的外交部也表示，会关注这美中高层会面的议题，也会强化和美国的谈判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纽约联合国大会进行场边会面。这是8、6礼拜苏利文甲王毅伫马耳他会谈了后，美中高层1礼拜来各一届会面，两个人拢讲到美中关系对全球的重要性。我记得当时我向国务卿先生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Face-to-face diplomacy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areas where we disagree, and also the best way to explore areas of potential cooperation between us. The world expects us to responsibly manage our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doing just that. 美中最近积极恢复沟通的管道，互看做是为年底拜习会铺路。不过，布林肯甲韩正谈话当中拢无明确讲到。美国北京国安会表示，美中各项议题沟通拢真顺，即嘛敢若剩军事管道还咧拍拼。Miscalculation could lead to decisions that neither one of us want to see happen. Nobody's looking for conflict here, so we want to see those military lines opened up. 是我们也一直很密切的关注包括美中高层互动的情况。那在台美之间呢，我们也一直有很好的互信。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关注美中高层会面的议题，嘛会持续强化台美之间的谈判关系。对中国外交部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无存在海角中线。外交部提出反驳。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记者综合报道。
国军的乌口营区24要对外开放，有2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甲伊画刷鱼喙，看起来真有创意。不过，随后传出讲，这高战是真无欢喜，真不满，下令就要改倒转来。陆军航特部表示讲，这采画无符合作战需求，取消展示。不过，有一位认为讲，这军方的反应伤过头啊。也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国军安尼死做是白卡白手，若真较有创意者，颠倒是一个招袂好机会。飞轮机头前画蓝色的目睭，刷鱼喙，机身画虎斑，外形是真显目。这是咱国陆军航特指挥部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有风声讲配合24乌口营区开放活动，特别采画2架阿帕奇，是头一届有陆军的飞轮机用创意采画公开展示，互人是真期待。不过传出引起国军高层的不满，下令就要撤掉。陆军航特部证实，采画飞轮机伫战场稳重甲贵重的效果，无符合作战实际需求，所以取消展示。经过干部共同的审视以及研讨，并没有达到破坏轮廓与战场隐蔽伪装的效果，不符合作战的时需，所以取消了成展的规划。我们觉得实在不需要矫枉过正，把原来已经彩绘的再把它涂回原来的宿舍。这个采画阿帕奇无缘伫百姓面头前公开，协助设计批书面伫人面采光。国军这支外口漆会影响飞轮机的功能，不过伊是照用原厂提供的黑色、青色、甲白色的油漆去调配，完全袂影响作战的功能，嘛怨叹国军是自我限制。像这一类的彩绘机，它在彩绘的时候，其实也注重到这个低视度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其实像这样一个飞机，它有对于提升它的军方自己空地勤人员的士气是有非常正面的这个注意。其实国军采画飞轮机用过都有先例，包括 F-16、建国号拢捌采画做飞虎队 ，F-51慢慢以虎斑采画方式出现。专家表示，采画飞轮机伫外国已经真久啊。美国航空国民兵也个捌使采画飞轮机投入北约的操演。那每一周的航空国民兵呢，它都有1架战机。全部机身就全部彩绘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些北约国家见证到说美国战力的强大嘛。会有很多的中小朋友去参观透过这个直升机的动态操演如果说施以彩绘的话，会让这些小朋友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专家认为讲，采画飞轮机本来当加做全面国防教育真优秀的范本，来提悬陆军的士气，谁人加入达成双赢。不过，却因为陆军的观念真保守，甲海军、空军袂比止。互国军甲民众究竟距离的机会怎样了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访问美国，也去到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讲，有讲到迄件对外降低风险的战略。侯友宜也去拜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针对着中共派上百抓军机来扰乱台湾的这件代志呢，侯友宜是呼吁中国，莫阁互台湾人愈来愈捣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美国时间18日到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来发表演讲，提出着3D 战略，协助对外降低风险。做伙开会 AID 前主席普瑞泽、华府智库学者葛莱伊对会议内容拢无加讲，只强调已经理解侯友宜对两岸关系也有美台关系的看法。I think that Mayor Ho heard very clearly what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people on the American side were. I think he really conveyed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aiwan poses and the work that has to be done not only by Taiwan but als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gether. 会议中讲到9二共识，普瑞泽只表示无法度来讲到细节。侯友宜嘛拜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AIT 主席罗森伯格亲身来接侯友宜，两个人会谈，而且互相送礼物。侯友宜送关公的帽仔，罗森伯格送香米，也有水果酱。另外，侯友宜嘛去国会山庄，甲共和党的众议员塞申斯、贾西亚，也有塞尔夫，针对着台美关系、国防两岸问题来做讨论。我不会有意识形态，国家只有一个。从以前到现在。我的过程就是用生命守护中华民国，守护台湾。真侪摆表态要强化国防军备来协助中国动武，毋过中国军机一天了台103架次创下新高。侯友宜直接向北京发话：中国大陆对这种
军机扰台的事件要停止，因为这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两岸的和平没有致意。侯友宜伫美国时间明仔载19日，嘛是要来继续拜会到智库，抑个美国的国会议员，要来加强伊对美中台三方关系论述。以上是记者欧阳周龙祥伫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本地是按算今仔日要开始联署，不过要做这主案和慰安的演练，搁在前一天20才要正式开始。也若讲到民众党的郭文哲，搁想要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这 AI 歌曲发表会，同款是去互台北市政府体会。民众排队等要联署，算是了空抓。工作人员准备凉的，互一会人小休一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竞争2024总统大选要拼连署，希望达到29万人的条件。伫台北东区的连署总站，原本19就要正式运作，不过郭台铭办公室临时宣布，考虑治安甲维安的因素，延后一天，20才开放。互透早就赶来的民众，大概是怎样的人气？最起码也开放一个小区，让大家能够坐着休息一下。哦，毕竟那个老阿伯啊，他们几位这个来支持的人员，让他们这样哭等也是比较不好的。我们今天一整天要在做治安跟维安的演练，以确保最高规格的严谨保护民众的个资，不能有金钱对价，不能有不正利益，不能够有伪造个资的情形。要落实治安防护，互较周知。郭台铭办公室表示，郭台铭要拍一场有所准备的战争。全台湾人数20起股。头一批联署站以6都为主，扩大到全台湾22个县市，可能会加入机动联署车。另外，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真有兴趣，进前想要办演唱会去互拒绝，即马要办 AI 歌曲发表会，19上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卡夫卡餐厅，搁一届去互台北市府文化局拒绝。第一时间反应是又来了，对，因为。他们有说他们可能误会了，他们以为说餐厅不算，所有跟北流有关的场馆，包括餐饮那场所，都不应该跟政治活动挂上关系或违反法令。餐厅老板是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商业的租赁行为，可能还是不被允许，因为牵涉到政治。那我们一知道之后呢，我也立刻打电话给这个蔡局长，他们看了合约的内容，的确是如此的。那当然我们就从善如流，任何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蔡世平强调讲，郭文哲想要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竞选歌曲，违反契约，强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袂当有任何政党甲竞选的活动。针对这点，陈志涵回应讲，尊重文化局审票的结果，会另外找场地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进口两个争议，这礼拜5，行政院长陈建仁会去到立法院进行进口鸡卵的专案报告。立法院民进党团早起有举行行政立法协调汇报，会后呢，这农业部长陈吉仲也向大众回示咧。不过，伊是强调讲，这进口卵的政策是正确的。暗头啊，陈吉仲也搁再开记者会来回示咧。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表示，这过一天确实有无周知的所在。在立法院民进党团干部的陪同之下，农业部长陈吉仲一日出现，媒体就热起嚟。针对最近进口鸡卵的争议，就算陈部长已经开2届记者会来解说，媒体也是有真侪想要问伊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伊敢有要回息的？许多的抹黑、造谣，甚至许多的不实的攻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扰。我愿意为这样的纷扰来道歉。不过，陈吉仲强调讲，鸡卵专案进口是正确的政策，利益较侪过成本。不过强调讲，政务官该负的责任，伊袂要闪，嘛袂唔甘离开这个职务。面对台北市府讲，因无收到进口卵流向的资料，陈吉仲表示，应该是时间差所致。农业部嘛提出公文，强调18时阵已经发函予地方，会全力来配合稽查。19尾仔，农业部搁一届开记者会说明，陈部长是第2届回息的。还是要跟所有的社会大众来正式道歉。搁开记者会，同款是回息的法院案，怨叹替人担罪。现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早起嘛表示，这届进口鸡卵要兼顾内容甲消费者的权益，农业部要掌握是真无简单。
不过有需要改进的所在。当过程有不尽这个周全的地方，需要精进，需要检讨，这个会做完整的报告。面对各地方政府大动作清查进口鸡卵的流向，有学者认为讲，卵商甲保存的期限标示了唔对去，产地嘛无清楚标示，应该要甲责任打起来。生理人因为生理做伊做有差错的心，这是业者的负责啊。当然政府的观点就是爱去抽查、爱去检验，维护咱消费者的健康甲安全。19尾嘛，农业部搁开记者会，部长陈吉仲会系列了后，搁一届说明因的作为是风口袂倒，嘛背回人讲政府压钱，独立特定的厂商，甲巴西鸡卵会致癌等不实的言论。伊嘛提出6项改进的措施，包括进口鸡卵的流向会登记，嘛会定期公布，而且建立鸡卵冷链体系等等。嘛会伫农业部的网站建立进口鸡卵的专区，甲相关的资料公布伫网络顶。记者综合报道。德国萨克森邦的首府德勒斯登是欧洲正重要的半导体主路，台积电要伫咧遐设欧洲头一座晶圆厂。德国政府伫今仔日呢，也伫台北正式成立驻台办事处，而且德勒斯登工业大学也和台积电合作，推出着一个半导体人才计划。按算当年呢，会送50名德国学生来到台大见习，落尾才去到台积电实习。甲办事处的白亚大气的壁顶，现场出现阵阵的扑克声。德国萨克森邦科技处驻台办事处19伫德国经济办事处成立。We have a new step forward in the overall cooper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Taiwan. 针对台积电要伫德国萨克斯邦首府德勒斯登设晶圆厂，德国政府来台湾成立据点，要提升高科技产业的高教人才交流。伫这个同时，德勒斯登工业大学嘛甲台积电打造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让德国的学生囡仔来台湾研习。50 students every year. They would come here for half a year studying with our cooperating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NTU will be the first one next spring. And then 3 months of internship with the TSMC company. Not only industry partners, I will be able to represent, of course, all the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Free State of Saxony. And I think this will be a very, very exciting task. 我们的麻烦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少子化，不管是 IC 设计，不管是半导体制程，未来都将继续在台湾保持领先的地位。那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的话呢，这个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一些德国半导体的优秀人才，将来也跟台湾合作哈。吸引台德学生囡仔互相交流是台积电萨克森邦甲德勒斯登工业大学的合作协议。因为德国的半导体人才伫未来10至12年会面临一大群人退休，咱台湾半导体优势，敢有法度甲欧洲的前瞻技术有搁较侪交流合作，这有那是未来科技经济发展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顶个月，照一台行动电源充电的时阵发生爆炸意外。想袂到昨呢，有一位高雄民众伫咧夜市啊，用300块买一个中国制造的行动电源，放伫咧桌仔顶充电。想袂到透早依然是导火爆炸。专家就伫咧提醒讲，这行动电源甲充电线即块配件，就要有标检局认证的产品用会较好，而且若准无伫咧用的时阵，也要好好保管，才袂发生意外。行动电源臭火大，久甲看袂出来伊是啥，包装纸嘛烧甲唔正样。高雄一个民众伫夜市开300块买中国制行动电源，干日用过一届就放喺桌顶，无想到18透早，行动电源煞伫无充电的情形下，熊熊爆炸烧起来，甲民众惊死。怕棉花啊，那个是化学的哈，你又不敢用水去淋，怕会有再爆炸，所以是先把它盖的把火盖掉，然后再用水浇上去，它还是在闷烧。闷烧你因为害怕嘛，你又是拿了一件工作又把它盖上去，尽量把不要让它有那个空气进去。房间乌烟四散，厝边也昏乌，皮单有火势烧几啊空，加在无进一步的灾害，民众懊恼行动电源竟然无缘无故爆炸。专家讲，行动电源甲充电线尽量爱选用台湾制造，还是大品牌，有通过标检局 BSMI 认证的产品，靠保障。电子类的产品，你没有使用的话，尽量还是要放在防潮箱里面，
要长期的保养。你如果它把它放在过热或者是过湿的地方，你又长期的没有使用电子产品，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损坏。当然，你拿起来如果比较大力的去丢或者是撞击的话，都有可能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性。专家讲，行动电源无使用，嘛是要维持2-3天放电充电一届。充电进前要注意设备是毋是有损害，接头敢有插好势。充电的时阵一定要放好边，也若伤小就袂使阁用。另外，充电的插座嘛要确认光线是毋是伤旧，平常时要注意细致，就会当避免真侪危险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本地市议会伫咧高雄县市合并了后，到大坑伫遐远已经经过12年了。最近，这市政府有办理旧市议会公办多间案，由台湾人寿投资77亿，打算要起新的商办大楼，而且也要修复旧艺术厅，这是高雄头一个文化多间案。这栋建筑物看起来古老，真有历史，高雄人应该袂吹分。这栋是高雄旧市议会伫民国55年兴建，来使用44栋。自从高雄县市合并了后，民国99年市府将市议会刷到红刷，伫1809年将旧市议会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旧市议会现地高大嘛已经超过12栋。原来在1966年，就高雄市议会的旧址那一方面也保持了这个原来的历史跟文化。为着要活化旧市议会，高雄市政府举行公办多间招商，由台湾人寿得到优先申请人的资格，伊暗算要用77的经费来兴建地下4站楼、地面顶26站楼的商办大楼。未来这栋楼会摕到立建中黄金级内定等等5大零件标章，这嘛真做高雄头一个文化多间的案例。因旧共荣，高雄市旧市议会公办都市更新案正式签约。是高雄应该是高雄第一栋有得到5个标章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它将会是高雄的一个新的这种地标。根据初步规划，虽然要将旧市议会改建做金融大楼，早期议会办公厅由外保留，之后修复做民主艺术厅，予民众参观。按算2030年完工，毋茫会当保留原本历史风貌，嘛带动周边商业发展。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即马咱拢伫咧推广这食农教育，变做是囡仔的必修课程。毋过咱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人北海洋爱会当先对这海产开始。基隆区议会有一个食鱼教室，甲台湾有特色的海产列入去食材，互囡仔会当对食食来了解到海洋文化。这议会也伫咧食鱼教室内面煮食，替社区内面的独居时代准备便当。我们在更远的地方是掠鱼鱼，甲小竿无共款。台下顶当咧解说鱼船是安怎掠小竿啊？若台下卡囡仔兄、囡仔姊是无用咧切菜、炒小竿啊，做意大利面。这毋是学校，是基隆区议会的食鱼教室。食鱼教育为上基础的这开始学。炒鱿鱼，小姐第一次自己在里面。透过绘本让小朋友认识基隆在地的渔获。那逐年呢，我们也会带出来在外面，比如说到八斗子渔港去实地的踏查。我们也鼓励小朋友跟妈妈上菜市场，那从菜市场上面的渔获，然后再去问比如说问家长，或者是问那个小贩呐。台湾是海岛国家，要推广海洋教育，就为台湾近海开始。议会希望让学生囡仔为上简单的食鱼产开始，来了解讨海相关的知识。农业部也表示，食鱼教育上重要的，就是要传达海洋资源永续发展的观念。当然食鱼就是食鱼教育，来互伊知影，咱物件嘛袂使浪费。国际上伊嘛是你讲究这，国际上嘛你推动这，包括咱你讲永续经营这个理念一定要有。饭上的上面。除了食鱼教育，边仔议会工作人员嘛真无闲，当咧包便当。透过里长送去予社区的老大人，为5月开始，逐天包100多粒便当，即马已经做到250粒以上。希望时代嘛会当食到现老的好滋味。记者林旭凯，基隆报道。
伫咧疫情进前，台湾是邮轮市场是这个亚洲第2大的。为着要拼到这600万名国际旅客目标，交通部也积极推动邮轮观光。如果到年底进前呢，外国旅客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高盛。这是3月时阵，自疫情以后第一只来到花莲港的国际邮轮。花莲港用喷水仪式涵关住民歌舞热情迎接。根据国际邮轮协会2019年的报告指出，台湾的邮轮市场是亚洲第2大的。交通部表示，自今年3月初6开放邮轮以后，这半年中间来台湾的邮轮已经有252只次。外国游客部分有够通恢复到疫情进前的高盛。母港的部分大概是140艘次，那挂靠的部分是112艘次，所以大概母港是占55%，那挂靠的部分是45%，双母港的方式，就是除了我们国人搭乘出去之外，也会带一些外籍旅客进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外籍旅客的成长其实恢复比较快。母港就是指旅客出发含飞艇的港口。交通部强调，今年台湾邮轮头届有双母港的经营模式，以高雄香港做双母港，和传统行程比起来，游客落船敢若会当停留5至8点钟。双母港的模式嘛，延长旅客留伫台湾的观光时间。有估这1年来靠港的收集产值会超过10亿新台票。现在最多是港澳，那第2个是日本，第3个是韩国。当然，过去像中国大陆它是占很前面的位置了哈，但是今年纵然没有中国大陆进来，我们600万的目标应该是还是会达成。交通部观光局定出今年要拼国际旅客600万人次的目标。台湾自新冠疫情解禁以来，顶一日9月13已经达成400万人次的目标。虽然中国也未开放旅客来台湾，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咱应该也是真有机会达成目标。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3年成功新秀舞台10月19日要开始演出咯。团艺中心是邀请大家买票去欣赏这款新生代戏曲演员的拍拼成果，对因来讲也是一种的鼓励。台顶表演的是唐美云青年团歌戏团，这2个歌戏演员都是新生代的戏曲演员。还有京戏通欣赏，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第7届2023成功新秀舞台。今年邀请12个剧团，计共14个新生代戏剧演员表演。这摆特别安排观众1张票，通看到2种不同的剧种。我今天来，也许看到了京剧，也许看到了豫剧，看到了客家戏。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新秀舞台活动自2016年第1摆举办，今年第7届就要伫10月19开始演出。团艺中心表示，因专注咧戏曲传承工课，这款的活动就是帮助这挂新的接班人，通有专属的舞台演出。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好，譬如说我们从习艺生啦，哈。入团青年入团的这个辅导啦，哈，还有外台戏功底的这个承办，其实都是希望培育年轻的新血人一起进来哈，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有更多的接班人。团艺中心希望长期有咧欣赏戏剧的观众，通开始认捌这款新生代的演员。台湾出名歌戏演员唐美云发现，这几年以来，看歌戏的观众年龄层一直咧少年化，把戏剧推广，予更较侪人知影，也是伊当咧推动的工作。记者郭明夏桂林台北报道。讲到这罗西亚帕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年半了，战争迫害基础建设，乌克兰也是哪小战哪重建。今仔日加入世界边界这俄乌战争剧的报道，台记台采访团队前日到战争的前线，带乡亲做伙来关心这条重建的路。战争超过东半，而且乌克兰的东部、南部犹原战事冲突不断。不过，真侪所在拢已经会当正常生活，开始重建的工课。加入基辅、加利沃夫这个大城市的市中心，民众伫街路散步，店头嘛正常的营运，艺术表演活动嘛照常演出，气氛并无当初恐轰炸时阵遐尔紧张。虽然伫乌东甲乌南的前线，目前也拍拼伫反攻当中。不过，乌克兰政府甲民间单位嘛早就已经开始进行重建工课，
亲像战争的初期，拄到大屠杀的布查市，市区的建设嘛，小连续开始重新整理甲修复。 Після того, як моє місто було звільнено нашими збройними силами, як після великого пограбування, якщо хочете, навіть після гвалтування, хочеться все змити, прибрати, щоб нічого не нагадувало, точно так само і містяни мого міста. 伫乌克兰南部前线附近的城镇，因为地理位置甲距离等等的因素，表示常常拄着轰炸情形，用击的速度就无法度真紧。 因也捌扣罗西亚军方占领6个月赫尔松，这离基辅真远，不过却是离危险真近。就算为去年9月、10月，小连续叫乌克兰军队收复，不过赫尔松的居民到今也无法度行出创伤。 Ну, я не згодна з цим, тому що в нашому сел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хочуть повернутися додому, але не можуть, бо нема куди. І ми своїми силами намагаємося відновити це все, але коштів на це в нас немає. 在世界各国的协助之下，乌克兰当重新站起来，为外国送入来资金甲资源，启动社会协作的项目，确保关键基础设施会当正常运作。战争虽然夺走人民的性命，不过乌克兰人化悲伤为力量，勇敢捍卫民主的自由甲价值。You know what we learned over some time? The freedom is not free, but once you fight for it. You can win it, so then your kids would not have to fight for it. And this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for us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would not be fighting this war.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win it once and for all. 一台一台的战车，等是伫个起的独立广场，就亲像人民伫甲罗西亚讲，阮永远袂放弃，阮会得到胜利。记者吴定宇、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兰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3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